Hello， 各位 2CR 澳洲中文廣播電台嘅聽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Polly 陳麗文，繼續我今日嘅終身美麗。我今日嘅嘉賓呢就係 Baby 寶佩如 ，Baby 你好。你好啊，澳洲嘅朋友，你哋好啊。係啊，咁剛才聽到你嘅其中一首歌，都係同你嘅名一樣，叫做寶貝。係啊，呢隻歌其實係好得意嘅，係我老公俾人俾即係攞錢出嚟寫一隻歌屬於我嘅。嗯，咁啊都係佢覺得呢隻歌可以代表咗我同埋一個信仰裏邊一個分享咯，想同大家分享我嘅故仔咯吓。講到信仰咧，你係車禍之後信咗神啦，還讀是之前不嬲都有呢個信仰嘅？我係車禍前我已經係信耶穌噶啦。係，咁跟住咧，跟住就更加會 feel 到即係神俾你嘅力量，即係喺你車禍嘅當中。其實我嗰時反而唔係啊。當時我信耶穌咧，因為我信得幾膚淺嘅，我好略簡單講。因為我信嗰陣時候咧，我就去教會啦，就話阿耶穌咧就會俾每一個人咧個豐盛啦、喜樂啦、平安嘅，所以我為此而咁信佢嘅。我貪心而信呢個信仰。咁當然我信完之後咧，我係冇返教會嘅。其實我只係一個感覺上就係一個信仰嚟嘅。其實咁然後我好短時間相信咗呢個耶穌之後咧，我就去撞咗車嘅。我撞車嘅時候咧，我有埋怨嘅，我埋怨咗呢一個信仰嘅。我就點解我信你話好好噶嘛，我先信你。咦，我信你，我點解會唔好嘅？點解會撞車？我冇咗我樣貌，乜嘢都冇晒。我阿媽。因為我媽媽咧係一個好虔誠拜神嘅人嚟噶，我媽嗰啲我都唔信啊，我係信咗你。咁嗰時我有埋怨，有憤怒噶，其實。咁但係當個過程喺醫院我咁漫長嘅時候咧，我就個心就搲實翻呢個信仰，我都有去搲實翻佢，希望耶穌俾我去平安咯。所以我咁樣去學習，反而我係因為我撞車而去學習咗呢個信仰啊 ，Polly。咁你係每個星期都有返教會？係啦，我當其時我因為我病啦，我冇返過教會。嗰時我都冇返嘅，我未受浸過，我只係決志信佢嘅啫。係後期我收尾7年之後，我出返嚟，我先去讀書，去決志信耶穌去受浸嘅。其實係咁啊。因為我行咗耶穌個路，我去交託真正嘅交託俾佢個信仰嘅時候咧，原來我嘅幸福咧，我嘅平安咧，我嘅盼望全部一一咁樣嚟晒我身邊啊！第一個幸福咧，我相信大家都會見到有目共睹，有一個好錫你嘅丈夫啦。我亦都係神俾我嘅呢個丈夫。但係你要拍咗好短時間拖，係咪1-2個月佢就求婚啦？係啊，我2個月佢就求婚啦。我係我認識我先生係因為佢機構啦，佢係機構咁邀請我去，因為嗰時我有一個古仔啊嘛，我有一個撞車嘅故事，我有一個分享，咁我周圍去講見證，我去教會啦、私人 party 啦、機構我都講，咁佢個私人機構去邀請咗我，當其時就係我先生去訪問我㗎。咁而係我哋認識啫，係喺06年嘅時候去訪問嘅，佢4年後先揾我做嘢嘅。咁佢4年後揾我做嘢嘅時候咧，就係咁樣大家去深入咗認識。當其時我單身，佢亦都係單身，咁我哋就係咁樣做咗朋友，拍拖2個月，然後佢就求婚咯。但係你呢個已經係長達係咪13年啊？結咗婚，啱啱踏入14年啦，14年啦吓。啱啱3月13號就係14週年啦，我哋。咁啊，見到你即係好恩愛啦，經常去旅行啦，咁啊我就睇到 Facebook 見到佢點樣俾 surprise 你喺旅行嘅當中咧，俾一個 surprise 嘅birthday 啦。係啊，佢係一個好浪漫、好錫我嘅，即係 number one 嘅老公嚟嘅。其實我係一個好任性嘅女仔嚟嘅，我都唔係好識點樣做人太太嘅。咁我同埋我係一個咧唔識得佢有計劃，同埋我都係
即係冇我先生咁穩重嘅。咁其實我而家當中我都學習緊點樣做人一個太太啦，點樣同佢磨合嘅生活啦。因為正正就係因為我先生太有計劃同埋太識諗咧，我就係開始慢慢去學習。加上佢知道我係一個好百厭啊，好中意開心嘅女仔嚟嘅，所以佢成日都好討好我嘅開心咯。咁同埋成日俾好多 surprise 我，令我點樣去令到我每一年都有啲驚喜咧？佢每一年都有驚喜嘅，其實吓，可唔可以分享下啲咩驚喜？嗱，最近嗰個驚喜就喺個 Facebook 度睇到啦。係咯，就係咯，咁所以我都好感恩咯，係咯，感謝主耶穌俾一個咁好嘅先生喺我身邊。就算我出翻嚟開拍嘢咧，都係因為而佢，我先去再去接觸翻電影圈，去拍嘢咁噶。因為係就係佢鼓勵我咯。但喺13年嘅呢個14年啦，咁相處之道，可唔可以分享下，仍然點樣可以保持到咁恩愛嘅咧？其實咧，真係我哋有唔開心嘅，就係頭先我講咗，因為佢係一個好 discipline 嘅人嚟嘅，佢係一個好紀律啊。正正我就係一個唔紀律嘅人，佢嘅紀律令到我怕嘅，有時，即係譬如我哋個拖鞋，起身我踢走咗個拖鞋，佢都會唔得噶，佢會覺得做咩要踢走佢個拖鞋？佢係要隻拖鞋要係齊整擺正，係好整齊嘅。佢牙膏咧，真係佢要由尾擠上去嗰啲人嚟噶。咁我咪要學習咯。咁我哋其實點樣去磨合呢14年咧？最初係都係有時有眼淚嘅喺呢啲磨合裏邊。都係有唔開心㗎。咁點樣？因為老公係我揀嘅，點樣去磨合咧？就要去慢慢去行近啲佢啦。即係而家我哋學緊2人3足啊，兩個。如果我行快啲咧，佢會跌倒啦；佢行得快，我又跌倒咯。咁變咗我而家要去慢慢去學習咯，去行近啲佢啦。咁我老公點樣行近啲我咧？因為我係個開心人嚟㗎。我唔要咁紀律嘅，咁我先生要而家咧就要學習，有啲嘢唔好咁紀律得唔得啊？放鬆啲，可唔可以放鬆啲啊？而家就係咁咯，咁變咗佢行近啲我嘅時候，我又行近啲佢啦，我又學習下佢嗰啲紀律啦，拖鞋要整齊少少啦。係嘅，即係如果要咁講咧，要講，我諗阿 Polly 要講好多個鐘啊。咁變咗我就係略就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兩個人嘅磨合咧係好緊要嘅。就算我哋同一個性格，我哋大家都係要去磨合嘅。因為同佢14年日子一路過嘅時候咧，嗰個濃烈嘅情咧，就變咗係家人嗰個情啦，唔會有好多嘅嗰啲叫愛嗰樣嘢咯，激情冇噶啦。你而家好多激情噶啦 ，Polly， 因為你哋仲係新鮮啊。到你1年，再第2年、第3年，你點樣磨合嘅時候咧，行嘅路咧就要你自己去經營噶啦。咁我又要去付出一啲嘅經營，我老公又要付出，所以佢要成日又會整一啲驚喜俾我，我又要整啲驚喜俾佢，即係咁樣咯。去維持嗰個新鮮感啊！其實講好容易啊，原來要做嘅時候，兩個人要行嗰個路嘅時候咧，都幾難噶。你要，所以我而家咧有時喺度諗啊，點解有啲兩公婆可以話20-30年啊？我哋仲有排學啊 ，Polly。係啊，真係有排學啊！20-30年嗰啲情點樣去做出嚟嘅咧？我而家行咗14年，我都攰攰地，真係。仲有好耐行嘅，真係噶，原來咁變咗，我哋要點樣去經營咧？就係嗰個。我哋大家好在有一樣嘢咯 ，Polly， 我哋有同一個信仰啊。我哋大家有嗰個信仰嘅時候咧，有好多嘅話題，有好多嘅包容，好多嘅嘢去接納啊。所以我覺得我呢條路好漫長嘅，15年、16、17、20，仲有好漫長嘅路。我哋大家一路學習啦。
輕一吻，不要像強盜欺騙，誰人也知道，誰能定分數，無從留半步。聚散永遠不知怎創造，孤單的我只會是迷路，心裏殘留是苦惱，情話像警告，路難生亦路。和你爬上路，寒夜攀不高，纏繞我故夢又像冷血風暴，玩弄無窮無盡處想控訴，一生以挫敗似亂舞。聚散永遠不知怎創造，孤單的我只會是迷路，心裏殘留是苦惱，情話像警告，路難生亦路。和你爬上路，寒夜攀不高，纏繞我故夢又像冷血風暴，玩弄無窮無盡處想控訴，一生以挫敗似亂舞。和你爬上路，寒夜攀不高，纏繞我故夢又像冷血風暴，玩弄無窮無盡處想控訴，一生以挫敗似亂舞。藝人咧就每年都會去輩出，越嚟越多藝人。咁你一個受咗傷要養傷咗7年嘅藝人，喺娛樂圈好多人咧會被淡忘嘅。咁你再重新去踏入呢個娛樂圈，當時要去揾翻工作嘅嗰條路係咪都係好艱難呢？嗱，我咧就擺低咗嘅，其實，我已經冇去渴望我呢個破相嘅寶佩魚有製作人去接納啊，因為咧破相咧就係破相噶啦，加上我咁多年冇喺呢個圈裏邊咧，其實已經遺忘噶啦。咁我嗰陣時好記得我點樣出翻嚟咧？我出翻嚟都係做一啲慈善嘅工作噶啫，唱下歌仔有人揾我唱啲咩慈善嘢咧，我就去出去唱咯，咁樣嘅咋。當我結咗婚之後咧，我都係以家庭為主啊，好好做，聆聽住我呢個家庭主婦，好好相夫教子，就係咁簡單，冇諗過再入娛樂圈要做啲乜，其實我已經擺低咗啦。唯獨是因為我先生咧成日陪我出去唱歌，陪我出去做嘢啊，咁佢見到我咧喺做嘢嘅當中同喺屋企嘅當中嘅我咧好不一樣。點樣不一樣咧？佢成日話我：喂，老婆啊，你咧屋企咧甩甩漏漏嘅，講嘢都唔知想表達啲乜嘢嘅，好即係佢覺得我係咁嘅。但係咧，我陪你出去唱歌，你喺個台度講嘢啊、做嘢嘅時候咧，好 charm 嘅，好 smart 嘅，完全唔甩甩漏漏嘅。點解你會係咁嘅咧，老婆？佢覺得娛樂圈好屬於我啊，佢覺得舞台好屬於我啊，所以咧，佢成日咧就覺得叫我唔好放棄喺呢個圈。有一日佢放工翻嚟，佢同我講：老婆，有一套電影。佢邀請新演員，成套戲都要新演員，媽媽個角色，爸爸女好多個角色全部係新演員。老婆，你當年嗰時佢搵我嗰時候咧，老婆即係我同我先生結咗婚幾年，我當嗰時50歲，嗰時我50歲，佢有個角色啊，老婆
50歲嘅媽媽，不如你去招考啦，叫我去 casting 啊。咁我就話你唔好傻啦，人哋揾新演員，你老婆係舊演員啊，你唔好搞咁多嘢啦。我就咁同佢講，佢話唔係啊，你而家咁耐冇出嚟，你咪就係新演員咯。嗱，我已經幫你申請咗噶啦，我遞交咗，我攞你嘅身份證啊，全部填晒噶啦，你去 casting 就得噶啦。佢咁樣同我講喎，咁佢做咗咁多嘢，咁我冇理由唔行動啦。咁我就要佢死心啦。我話好，嗱，老公，我就去 casting， 俾你知道點樣人哋唔會用我噶啦。咁我咪去 casting 啦。點知我去 casting 之後，我又真係入到呢一個角色啊！當其時就係2014年嘅藍天白雲呢一套戲。就做咗呢個媽媽50歲嘅角色。4年後喺2018年就呢套戲出街，即係喺香港嘅電影有發行商出街，喺電影上面見到我，喺銀幕上見翻呢個寶佩瑜，我仲被提名最佳女配角，同埋呢個亞洲嘅嗰個亞洲嗰個影業亦都被提名。我老公開心到不得了，我自此喺2018年先開始入翻呢一個圈，就係到而家啦。哇，真係跟住陸陸續續好多嘅製作人去留意翻寶佩瑜，知道我嘅故事，知道我破相，知道我點，然後佢哋都唔介意俾機會我拍完一個電影又一個電影，拍完一個戲又再喺 TVB 裏邊又簽咗幾年嘅合約，一路拍緊好多劇集，到而家又出翻到嚟，由2018年拍到而家就係到2025年咯。嚟緊有啲咩工作啊？有咩戲或者係電影？嗱，我咧而家個心態咧都係咁樣，好放低我做嘢個心態，好隨緣，冇計劃。有製作人再俾機會我，我就努力去做好嗰份工。啱啱拍完呢個《白日之下》出咗街，咁我都感恩，好多人接受咗呢一個咁邪惡嘅姑娘，個個都讚賞，個個都覺得我演技係做到，咁所以而家我就好淡然噶。有歌我就照唱，有老闆去請我就去，有電影公司有劇集有製作人有監製再俾機會我就去做。而家我冇計劃，所以 Polly 你問我有咩嚟緊有啲乜嘢，我完全唔係零嘅。我完全係耶穌而家要俾我行動，咁有個 job 啦，咁我就俾心機去做個 job， 俾心機去揣摩好個角色。有隻歌啊，我就俾心機去唱，就係咁嘅啫。最緊要活在當下。講到呢度咧，我哋今日係我哋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。最後送翻呢一首歌曲都係 Baby 你唱嘅《未曾深愛已無情》，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。Thank you， 多謝你 Polly。共你無緣